好，我係陳子喬喺大學教書嘅，咁咧其實我係教文化嘅，教文化研究咁樣，咁最近幾年咧比較教多啲，好似頭先介紹咧，即係文化身份啊、殖民啊，或者話文化政策咁樣嘅。咁我記得差唔多我哋教文化政策都有即係一兩年啦，其實發覺好難教嘅，因為咧，即係對而家嘅年輕人嚟講咧，其實唔係好知道呢一樣嘢喺香港其實咩意思。咁我記得大概半年前到咧，我第一次嚟天星嗰邊啦，而家拆咗冇咗啦。咁喺嗰邊去參加類似咁嘅聚會嘅時候咧，其實見到好多我哋係或者其他學院嘅文化嘅學生啊咁樣。咁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發覺。即係原來嗰個課堂上面教嘅議題啦，如果係喺社會上面真正發生嘅事情嚟講咧，咁就比較更加直接喺同學中間咧係會引起一啲嘅迴響嘅。咁其實今日又再次嚟到皇校呢度啦，我自己嘅心情都幾沉重㗎。咁不過即係因為見到好多年青人啦喺度啦，咁亦都覺得係需要出嚟支持一下。有一位絕世嘅同學都係我哋係嘅學生，咁其實即係無論皇后最後點樣啦，咁我諗香港喺呢一年半年之間咧，經過呢一個保育中環呢片公共空間土地嘅運動啦，其實大家民間年青人市民當中嘅意識嘅增長咧，就係遠超過政府或者話當權者所俾我哋見到嘅。咁如果嗰個情況係再咁落去嘅咧，對香港嘅發展整體嘅發展咧，其實係好唔樂觀。所以我自己都真係唔係即係唔係好樂觀啦。咁我今日喺報紙度咧，喺明報咧都將即係呢一段時期保育皇后嘅一啲嘅民間團體啦、保育團體啦，同埋個別嘅人士啦，佢哋心入邊仲有好大嘅關於即係保育呢個問題、文化呢個問題嘅疑問啦，係總結成為一個10大嘅問題啦。即係問翻我哋嘅局長林鄭月娥即係佢一日未可以正面面對解答同埋說服我哋嗰個真誠嘅答案喺呢幾個問題入邊咧，咁我哋民間其實咧就一直咧係唔會係死心嘅，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即係會無論佢點樣處理呢一件事情咧，都要嚴肅去係回應。今日其實唔係我自己嘅意見，亦都係代表咗好多唔同嘅保育人士，特別係嘅意見咧，就話政府喺呢一啲問題上面咧。係仲未俾到我哋好正面同埋對說服力嘅答覆㗎。咁我無謂喺今晚再重複呢啲問題咧。我諗嚟到呢度嘅人咧，其實都好清楚啦，即係呢一個地方嘅價值㗎。咁我希望即係政府亦都會正視呢一樣嘢啦，同埋咧喺我最後有一個問題，我記得我或者淨係提我最後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喺你下令清拆皇后嘅同時咧，政府會唔會重新去檢討翻，去喺香港呢個地方去保衞同埋發展咧公共空間呢個嘅政策？因為林太喺星期日嘅論壇上面係親口係提過呢4個字㗎，咁我亦都舉手問過佢啦。其實你明唔明呢個4個字係點解㗎？咁究竟係指乜嘢嘢啊？咁佢嘅答案好似係話。咦，我哋喺將來嘅海濱設計入邊咧，會畫一啲地方有樹啊、有剩啊，咁俾大家去嘅。嗰個就係公共空間啦。咁你睇下同現存嘅呢一片公共空間所能夠容量嘅嗰個社會文化同埋歷史嘅意義咧，係相差咧，我諗都即係大家都明白㗎。咁我講過咁多，咁希望年輕嘅朋友咧係注重身體。多謝。